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8节到17节，32节到37节，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新约基础。伊伫个新约基础是一早期基督徒的经历，这种的经历也是阮李家族归主的见证。因为当初时毋是基督徒，阮的阿公是阿祖，因为患病，世界找无着帮衬的情形的下面，伫宣教师的带导了后，得到病人来医好，就归信基督。前礼拜六咱有讲到迄个记号，这个上帝的恩典的做法，新约基础的发生，伫遐无法度得到正式医疗的世代人，当作是迄个时代人呢，伫这个代志顶悬拢捌经历着走投无路，无论是身躯的欠安，无论是迄种无法度生育，或者是讲其他的事物的顶悬，拢是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甲恩典。对亚伯拉罕8岁生囝，以色列人民出埃及。甚至伫今仔日个经文讲到着思念有钱的富人人拄着的情形，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8节到17节的记载，思念的富人人接待以利沙。有一日，以利沙来到伫思念，伫遐有一个好野的富人人，强强留伊食饭。后来，以利沙逐遍对遐经过，只有入去遐来食饭。富人人甲伊的丈夫讲：“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，我看伊是圣者，上帝重用的人。咱来伫厝里顶起一间细间房间，内面下面床桌椅顶台，互伊来咱遮的时，通入去休困。”有一日，以利沙来到遐，就入去迄间房间休困。以利沙甲伊的仆人基哈西讲：“你请这个思念的富人人来。”伊就请伊来。富人人就来，以利沙甲伊的仆人讲：“你甲伊讲，你为着阮费真济的心思，但我为着你做甚物？你爱我替你甲王，还是元帅求甚物？”富人人应讲：“我甲我的同胞做伙徛起，无欠甚物。”以利沙问基哈西讲：“安尼我会当为着伊做甚物？”基哈西讲：“伊无囝，伊的丈夫嘛老啊。”以利沙佫讲：“请伊来。”基哈西就请伊来，富人人徛伫门口。以利沙就讲：“明日这个时，你会抱一个查甫囝。”富人人讲：“我的主啊，上帝重用的人，莫甲我骗。”富人人个人怀孕，到伫过年这个时，就生一个查甫婴仔，拄照以利沙所讲的话。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，不但为着这个袂当生育、思念的富有的富人人，来创造一个新约基础。互丈夫已经年老袂当生育的伊生一个囝以外，上帝互伊经历着特别的救恩，
圣经继续安尼记载，伊丽莎到位入去厝内，看到婴仔已经死，下伫眠床。伊入去就关门，只有因两个人伫内面。伊就祈祷上主，伊爬去眠床，拍伫婴仔的身上，喙对喙，目睭对目睭，手对手，伊规身躯拢拍伫婴仔的顶面的时阵，婴仔就渐渐恢复体温。伊落来伫厝内行一轮，佮爬起哩，规身躯佮拍伫婴仔的顶面，婴仔就拍加唱7遍，目睭就擘开。伊丽莎叫其下生讲：“你甲这个思念的妇人叫来。”其下生就去叫伊。伊就来，伊丽莎就对伊讲：“甲你的婴仔抱起来。”妇人拍伫伊丽莎的骹前拜伊，然后抱伊家己的囝出去。透过身体，伊丽莎行新约奇事，伊祈祷并且互已经死去的囡仔会通来救活。上帝不但透过身体行新约奇事，也互耶稣基督搁在传福音生活中间来得到恩典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甚至是保罗、巴拿巴，有上帝的权柄、能力来施行新约奇事来帮助人。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，安尼记载初代教会蒙恩的事。标题讲保罗甲巴拿巴伫以哥念，相款的代志嘛发生伫以哥念。保罗、巴拿巴就去伫犹太人的会堂来讲道，结果有真侪犹太人甲希腊人来信。毋过，遐个毋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，互因来厌恶信徒，对因就起反感。不过，因两人伫遐待真久，靠主勇敢来宣讲，主使因能力行新约奇事，证明因所传恩典的信息是真实。城内的群众煞分裂，有的徛活伫犹太人，有的活私道。迄时外邦人甲犹太人以及因的官长计谋伤害使徒，要用石头甲因钉。使徒知这个代志，就倒撇去到伫吕哥尼的罗斯德甲德比两个城，以及周围的所在，伫遐继续来传福音。咱并毋知当时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只有知保罗甲巴拿巴伫这个以哥念传福音的时阵，伊行新约奇事，帮真侪需要的人，并且传福音互当地的人，互这人真做基督徒。也因为因安尼来遭受无信犹太人的阻挡，煽动当地的人要来凌辱因，后来因得到当地的人的协助，就倒走去以哥念，对这个以哥念去到卢哥尼的罗斯德甲德比，伫遐来继续传福音，行新约奇事。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人民释安，因为现在是施恩的时，
指定的日已经到，你的牧人以爱惜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土粉拢保守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，因为上主中间惜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中显现。伊压落听散车的人祈祷，未看见因的困求，就为着后代的人记载上主的作为，互将来出世的人通称赞伊。上主对至悬的圣所看落来，对天顶看落地，伊要听求援的讨债。要解救受判死刑的人，互人通伫锡安传扬上主的名，伫耶路撒冷传播称赞伊的话。迄时列国会自责，万民会服侍上主。伊互我的气力袂流成衰，互我的性命足底。我讲我的上帝啊，毋通伫我的中年的时讨我的性命。你的年日到万世代无穷尽，你伫起头甲地下个地基，天嘛是你手创造，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因会亲像衫穿破去，你会甲因替换，亲像换衫，因就无去。只有你袂改变，你的血寿无穷尽。愿你的牧人会子孙久长安稳徛起，因的后代伫你的面前坚固徛在。感谢上帝正着新约基础，互阮会当来认捌你。求主帮咱阮坚固的信心，互阮会当无受到任何人的使人错误的影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